你平常最常跳樓繞嘅窮下，也係手機。佢哋都會幫你當到係協助到自信。不過，睇過預示佢哋，長年人生就會少聽乜計。係講佢哋，同學都小心咯。你出个主意，我们要去哪？等一下，载我！出来玩，如果无聊就自己找东西玩，如果好玩就当然超好玩。我可不可以宅在民宿？我不想出来。不用担心，我会在你睡觉的时候就把你拖出来。你有没有在踩？我在帮忙踩了啦！禮拜四號時間部係用離開野外嘅3日做主題，你就成立3屆四號，你同我學不了嘅宜蘭嘅民俗。喺到出發之前，我記得講，最大件可以可能會上嚟用到嘅東西。不過，到挑戰你喺結束之前，你是為木數，從記得帶來手機、電腦遊戲，還有電風地圖，從為天水列掉所有嘅3C產品。這一款在7星2點鐘當中，係用幾多摸3C產品，會變成樣板、身份與樣板過下去，聽下你看。就是除了跟爸媽出去，不然就是跟姐姐，就是我們2個，還有姐姐同學出去，但是這個機會很少，他通常跟朋友都不讓我跟。所以我平常就是沒有很自由，就是到哪邊父母也會跟着去，不然就是同學邀我，我不會去，這樣就是不能去。對，我很期待，因為其實很自由，非常自由，就跟畢業旅行一樣。這3天行程，就是我有去查一下那個宜蘭的地景啊，還有資料啊，就是搜尋哪裡比較好玩。其實我自己覺得，就是有夥伴，然後騎腳踏車，沿路走走看看，就很好玩。期待，沒有爸媽的3天期待的話，就是不需要被管，就是感覺做一些事情可以稍微隨心所欲一點。平常被管的比較多的事情，應該就是用3C 產品、電子遊戲之類的會比較常被管。Hello， 3位，歡迎光臨。容我向3位握手一下。握手。你知道為什麼要握手嗎？龍哥，我也要握你的手。這是最後一次握手。不是，什麼最後一次握手？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羨慕你們，年紀輕輕就可以獨自遠離父母，生活3天。來，進來，歡迎光臨。太棒了！歡迎到你們的綠色小屋，好不好？1、2樓，1樓就是你們的起居室，好不好？廁所、浴室在最後面。有日常生活中想不到要用的東西，飲水。哎，什麼東西？我都還沒有講，好不好？不管是生活必需品、娛樂用品，你們最關心的，沒有手機訊號沒關係。可以，連密碼都不用。我們1天會給你們3位1天1000塊，有沒有信心可以獨自生活3天？沒問題，沒問題哈。就這樣哦，交給你們了。好，我們後天見。加油！社區無地圖有冷氣，有天水遊樂器，還有前面古種也50千的 WiFi。3個人安全好好享受呢隻空間。不過，學住嘅時間多咧。雖然講名路學到飽，不過都市咋喊係要到東調。那我要出去。附近有沒有什麼吃的？很遠呢，說實在的。我要騎這台，我不管。呢間會在天空灣灣民宿，選擇3公里之內獨摸傳統。佢就面臨呢有一張難題是係，究竟唔可以吃香腸？我就跟你說捷運車唄，沒有很蠢，你看別人看我們在騎，還在知道後面那個人就不會。就你呀、
我知道，我就是国中生支持的。哇！先不要提。好 ，OK。等一下，那什么鬼？载我！读書就要用英文去上場。不過有一隻慶祝嘅歌唱，就不記得開始感受到壓力立場如此。既然可以借脚踏车，那我就借协力车跟柚子去骑。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很懒得骑车，所以就我爸在前面，我妈在后面。但是我也想要骑看看，但是很多次他们都不让我骑，他们说那个很难骑。哎呀，你等一下。我觉得配合最好就是他开导航，我骑车，因为刚好他不会骑车，然后他在查资料的时候，他脚就不要踩，就我来骑。然后我累的时候呢，我们两个就一起踩。对，我有网络啊，我有网络，我能做的事情就尽量去做，找一下附近的景点，然后提供他们其他2个人有没有想去的地方，然后问一下，然后路途中可以稍微看看你是导航。我觉得我今天扮演的角色感觉蛮像一个导航机之类的。等一下，有餐厅吗？要吗？进去看一下要不要？長洲呢為幾點鐘，佢哋總算發現這間餐廳。3個人冇想太多，是決定愛入去的。我找到你们上303去了，谢谢。去别家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直接进来。我想到这家看起来就很贵，然后就直接进来。这样就510耶。对啊。我現在出不去啊，因為你直接進來啊，可以上面。對啊，我點進去應該有。張漢兩碗麵是4台日版的兩用錢，佢哋從諗住自家出乜行料，再後來請景點就讀到新地方。下去就餐廳啊。我們這附近真的沒什麼東西啊，屏東文化工廠要去看一下。那就直走去那邊看看有什麼。羅東文化工廠。好，那去那個什麼工廠。我可不可以宅在民宿裡？我不想出來。不用擔心，我會在你睡覺的時候就把你拖出來。你有沒有在踩？有啊，你們看我的腳。為什麼動力那麼小？我在幫忙踩啦。看一下董哥有沒有跟來。有吧？考慮咧喝酒，佢哋總算決定這隻公站。不過如果重演，冇咁滿意。我這邊很無聊，你知道嗎？像個小孩。很無聊，不要。啊，不知道啦，哦，不然要幹嘛？我不知道我們來這邊幹嘛。你不是說你要來這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原本就沒有想來這邊。你不是說你想來？啊，那你出個主意，我們要去哪？我們要去哪？這附近沒東西玩啊。很好嗨啊。對啊，那年紀還小。好嗨。我已經老了。我自己覺得我不讓自己有無聊的能力很強。出來玩，如果無聊就自己找東西玩，如果好玩就當然超好玩。我覺得其實我有可能，如果今天我帶了手機出來，有可能會被黏住。我太老了，我來這邊真的沒什麼樂趣。對啊，你明天是去哪？我覺得我們今天已經廢掉，我們乾脆規劃明天的行程，讓明天充實一點。對，有一點沒有玩到感覺，因為去的地方啊，大部分都是，像後來不是有去運動公園，可是說實在我們在那邊也沒辦法玩到什麼。整體而言，對啊，真的是沒有玩到什麼東西啊，就是感覺稍微空虛一點。如果只有我的話，我可能不無聊，就玩手機之類的。其實我心裡有一點受傷，就是都已經說了要出來玩，我覺得他也有一點錯，就是他跟我說那邊是好像是公園啊，對，所以我就覺得啊那是公園啊，那我就只是很單純要去走走。他走的時候呢，就一直在那邊抱怨，就是說啊我想要回民宿啊，我想要回民宿，那邊好熱啊，好不舒服，民宿可以吹冷氣啊，打電動啊這樣，他就一直在那邊抱怨，對。我就有一點受傷，心裡就有一點受傷，就是我查到的點，然後他們好像不怎麼喜歡。
因為有一種戲難度唔好高嘅實質感，要對對方嘅怪戰，轉到民宿做得化解嚟到盡頭嘅兩座，當然是各種各種嘅3C產品。你想要啥？哎，对，干嘛啦？有任务啦！什么意思？哎，不行啊！把我悲惨的事一起打走啊！哎，不行这样啊！我应该开门的。我拿了吧？我等下换电，他现在过来没收我们。完了，还是这太样。恐怖了！太恐怖了！到來宜蘭之前，劇組單位直到3屆時候提前協議，叫做天窗嘅接住所有嘅全部交球，不論基本年紀，還有教練組。你为什么叫我去开门？哦，没有，他应该明天就会还我们。不可能！只是这个晚上我们要停止。啊，这一定就是第一天让我们爽，然后后面2天就折磨我。屁，第一天我们根本也没爽到啊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行！小朋友，冇3C嘅挑戰正式開始。如果講挑戰日已經回睇咧，撒下來嘅2日就運用班。什么时候要走啊？哦，哦，有任务。应该不是任务吧？对，任务。哪里？地板。帅。这让我来开。开吧。去五老坑弄用。哎，耶！可以。可是我懒得玩水，怎么办？不想玩水。你就走下去，再走上来，你的裤子就会湿。你们现在人应该在这里吗？不是我你圈起来。们要来这里，是在这里。现在在这里。往右走到合体，然后合体往下走，然后再到河堤的对岸。走到东山火车站，坐火车到右转，地图。然后嘞，看表。过第一座桥之后，就到第2座桥了。所以我们会先经过我们原本预计的那个桥嘛，对，还要再往然后我们要往哪一个方向？就那边吗？往那对，好。摸手机是魔法图，这篇行这篇查资料，所以记得要在出发之前是先将路线摸清楚嘞。人生挑一種製作嘅地圖，先朝太前。我们要买到新马火车站的来回票。就走的路有点绕，其他还好，其他差不多。昨天没有目的地啊。就昨天就随便逛，今天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地点，就是去那边玩。很远呢，很远呢。可以啦。为什么任务不能简单一点？对，这边算五老坑吗？还没啊。我说这边算吗？算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直接下去把永护洞吃就可以上。不算。製作嘅地圖再人講樣板戲，不過魔法圖人講結構就唔多。戲部落行用睇嘅時間比年單上嘅慳啊久，所以3個人戲到之後是冇天嘅。把永护丢下去好不好？我真的不想碰水。我冰很冷，我里面哦，没有，我觉得水有点冰，不是有点，非常。
这个已经跟我在民宿喝到那个冰水差不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兩屆各種嘅學生啊，喊到個險，去睇病嘅時間，當我簽東西搞了嘅凍果，就見到冰冰涼涼嘅荷包肚，乾包甜呢。接着要凍掉相應嘅荷包水，晚上浸沒下水裝皮。这样滑屁股不会痛哦。我不知道，我玩不起来，因为是，搞不好只是我个人的原因啊。我看别人好像玩的，对我而言呢，我自己是感觉我越大，感觉越玩不起来。可是现在就是感觉我出门好麻烦哦，你知道吗？标准肥宅思想。兄弟，来啦！對付下年紀最細，總係不人照顧嘅姐姐，注意到冇盼嘅就啊，今天上岸簽一起大嘴鼓。哎，你要不要？要的话赶快下来。要不要？走，你刚拿游泳圈哦。哎呀，给我烧起来！第一天有手机，他就吵着要回民宿吹冷气，屁嘞！就是第二天的话，他没有手机，我觉得他就玩得比较开，就我还是待在岸上。没有最后有被拉下来。就是我觉得他比较玩得开，就不会有3C 之后就一直在滑手机。交出手機係進步，將潮水庫模式來也係進步。不過冇想到進步就帶來招錢，讓現實世界簽唔到嘅樂趣。可以啊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到冰涼嘅荷包水之後，當然記得嘅係朋友嘅消息。3屆下過，一邊是東西，一邊搞完，根本也嚟心得。爽，就爽了，那2片这个才刚放吗？雪碧水。有，我觉得今天比昨天感觉好玩一点啊。总之我们感觉有一个计划，有一个地点，然后地方也有玩得很开心，不像昨天，对，不知道干嘛。然后今天对啊，玩水啊，然后烤肉啊，都蛮开心的。你去一个地方，你觉得好玩的话，你就不会去一直用手机啊。我有的时候真的很好玩，就拿到手机，我真的在看影片的时候，我就真的完全不太会想注意。如果講到長英見每個都當好，不過對東哥來講，兩隻每好，還有啲了不能吃到不滿的地方。我们大概会只剩大概500塊了，不到，不到500塊来买食材。买食材那當然是買划算，就是去算一下大概幾片肉啊，大概就算一下一片大概多少錢，就買最划算。轉到民宿之前，3個人順路去到市內嘅超市，外賣按不掉朋友嘅材料。你去找食材，然後我來算錢，然後你去我去找用具，去找用具，然後我去找用具。然後我呢？去找還有什麼要買，然後價錢講一下。到荷包順為關心住我嘅 JJ 去到賣場，實因為沒有張眼睛，冇注意到東哥嘅感受。燒肉醬，哎，要買什麼？烤肉醬要嗎？不用啦，我們只要烤一次而已，而且很貴。我買一個這個嗎？要嗎？價錢？你要幹嘛？不要嗎？你要用嗎？還有，不是原本有雞腿嗎？雞腿很難烤。哦，好，那不用。平常嘅東哥係當咗自家想法嘅人，我對兩個賣場度3萬人，幾講嘅話。是嗎？
下，我们两个一起做好，叫董哥雇车。他不想雇车了。走了。你先雇车。你问。就是买东西的时候感觉会比较不开心，应该是说就是在外面看车的时候，觉得那个感觉会有点重。沟通上有问题。对，我觉得我们沟通，对，我们好像太急了，就是觉得好像做事情太急，有点忽略掉彼此的感受。就是我是觉得我好像急着要赶回来。有啦，陈思说我有忽略掉他的意见，然后我不知道先入为主，感觉年纪比较大的可能比较有发言权吧，观念上。其实我觉得这件事，就是谈起来好像还蛮沉重的。我是在想，就尽量不要就是伤害到对方，然后还有，就是这个事情说起来，老实说很尴尬。会啦，多少会有一些，可是还是要讲啊，就是要怎么讲，当下都太急了，事后平静之后还是要把事情讲开。解决啊，不然还是在那边。是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，接受我的道歉。好，我们因为赶时间，所以没有想要。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全部係透過搞田途遊戲，將立場嘅訊息表記得。不過第二步就係面對面嘅溝通，打開三個人嘅分歧。哦，就单独录。那我逃过去呢？换哦，都换。然后嘞，我哥有。好，就这看到买小，这沿这条一直走。立場係最滿意，三個人決定係宜蘭嘅辦公態度，反選一項進步，同時兩項進步係姐姐提出嚟喲。第二隻進步就係搞年紀最大改革，去吃夯茶。不是，我现在学生，你是老师，你在教我。简单啊，我昨天骑到，如果没有骑到的话，就是国三还不会骑脚踏车，可是我一开始就会不稳啊。你看，呀，不然我身体是怎样？你的身体我不知道，我说我身体要怎样？那你身体就手就伸直啊。我歪吗？哦。干嘛啊？一直笑。对，我们两个从后面看，你看他的身体哦，就是我的身体会怎样？哎，我根本没有要教的意思。第二步，第三步，换你。握紧就好，也不用两只手伸直。对，就这样。OK， 然后踩。第一步踩要大力。第一步踩快一点。然后这样把一踩，然后在这脚要立刻上去接下一轮。对。好扯。踩。哪个年纪比我小？哎，为什么？停！不行啊，歪下去了。做兩條遊人嘅吃夯茶態度，結果多大做得完全，人生頭一擺，自家去吃夯茶先就冇。
用喜就啊，好不去吃行茶了。成绩分一下，家下我都没记到，也3年就冇敢感想。过去了3日，3个时候对宜兰离开基地为绕的，也离开3、4、3片。我算了一下，3日72點鐘，係講基地速度82歲，差不多佔人生的1/1000。究竟这1/1000的时间，它会在你的人生种下一颗种子？你觉得这个种子会在你的生命当中长出什么？我觉得种下的这个种子，应该是我学会骑脚踏车这件事情，之后应该会影响到就是我以后的休闲。移动从此有了不同的可能。那我们有一点像是把你骗来了。好，来之前没有跟你讲是没有3C，只有讲说没有父母。那你也是因为这个过程，然后学会了脚踏车。那能不能讲这是一个好的结果吗？是啊，当然没有3C 的话，我会有点就是有一点这几天过得没有那么愉快。但是第二天就是整个就是明显对，第一天就很我看你在河边也不怎么想玩。第二天就对，然后可是我觉得以结果来说，其实如果我有3C 的话，我可能现在还在那边打手机，对啊，所以就其实以结果来说是好的，虽然说过程没有什么不怎么好受就对了。我们太常会去依赖父母，还有3C 产品。对，就是像是没有3C 产品的话，我们可能就比较玩得开。然后也因为没有3C 产品，我们也完成了我们原本可能会需要3C 产品才能完成的事情，就是像是找路、看地图。但是你想，如果我们出去玩的话，或许我们到了一个很漂亮的景点，但是你如果只重点放在3C 产品上，那你根本看不到这边的好，这边的美。身为3位小孩当中年纪最轻的董哥，虽然名为哥，但其实他马上把你当小弟，也受了不少委屈。那这3天对你而言又留下了什么？觉得就是有体验到当弟弟的感觉，是被欺负的弟弟，还是被照顾的弟弟？其实就是都有。后来我们就有讨论，然后在那时候我觉得有就是互相比较了解对方，有和解。说开来了。对 Yuki 的时候，你的6日窮遊嘅學，你的人生當中還要當到72點鐘，你到底對大家72點鐘當中留下乜嘅？其實一天天，嗱幾啲窮遊係到自家嘅小學，我希望透過3個時候對宜蘭離開giáo會、離開3C 產品嘅經驗，就帶本大家用冇窮遊角度來看3C 產品呢件事情。以上是2禮拜的節目內容，下到禮拜6，我們的7點半記得準時收聽。6位4天譜，拜拜，繼續玩樂汽車嘍！呼呼，來！哇，這個很好哎！這個你在那邊有看到嗎？